港人港情品牌大獎2015-16最佳自動化生產工業品牌大獎，嘉利國際。從事五金塑膠業務多年嘅嘉利國際，由1980年喺觀塘成立嘅一間小小塑膠廠，發展到高峰期擁有過萬員工嘅上市公司，業務更加從製模、製造零件加工擴展至 EMS 電子製造服務同埋醫療產品組裝等等。今年嘉利國際已經成立35週年，為解決勞工短缺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集團自07年開始耗資超過5000萬人民幣，增設數百台陸續機器人手臂，實現喺一條生產線上人機合體智能化，使集團生產力以幾何級數倍增，期望成為全球業內最先進嘅機械部品生產及增值電子組裝服務供應商之一。呢幾年我哋好成功喺呢個自動化方面，喺人工上、喺安全上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做到我哋由人手每台機用1.5人次，到最後咧，我哋每台機用0.300人次，家陣都仲加改進緊嘅，盡量一步一步咁自動化，減少用人手。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做得幾成功。